台湾高铁将发生因为以来上严重的万分事故，经过透明抢修，确认是分道控制机箱害去，今早起已经恢复正常了。解放军联合战备警巡卫处是要保卫台湾岛，咱的国军随公布海空监控画面，另外海巡也演练选举期间反恐怖攻击。成功大学吊起社有2个查甫人破文，把这伫200公分水池内面的郭卓先吊起来，引起网友批评。台北市政府也要甲因罚一个人3000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湾高铁将发生因为以来上届严重的万分事故，经过透明抢修，确认是这分道控制机箱电源模组更新了后，头一届来出问题。经过修理了后，26透早呢恢复正常，今仔日都是正常发车的。那铁道局也讲呢，这届是较严重的事故会详细调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也要求这交通部和高铁后礼拜四呢，爱来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经过透明的抢修，高铁26早起对发车开始恢复正常的运行。高铁是搁一摆甲旅客会师礼，搁伫搁车头是准备点心含水，搁是摆写小可心意表达感谢。有广播说造成客户的不便，不好意思这样子。我昨天有感受到，想说怎么突然变那么久，对。那用小点心赔罪觉得 OK， 还 OK， 对。如果因为列车无法度照班表来驶，延误超过60分钟的，会当专业来退钱。伫前一天，搁车头拢出现一大堆退票退钱的人。交通部长陈世凯要求高铁较紧公布线定退票的方案。有的是退票50%，有的是全年退票。那退票的过程当中，如果都要临柜的话，其实会有蛮多的困扰。退票的机制可以在线上完成的话，对民众来讲会特别的方便。当来看这个事件，高铁第25透早营运进程，苗栗路段的号志是出现无正常的状况，因此，甲受影响的区域健康来做系统的定义，同款是无法度完全排除。对迄天的8点开始，采断点站发车的模式，降为营运，一直到暗时11点半，上尾一帮列车通过，随进场去抢修。26透早号志恢复正常，初步研判讲是苗栗到台中的路段做号志系统转贴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的更新了后，第一出现无正常的太阳。铁道局调查是因为号志连锁系统是采各种自主的安全设计，系统伫咧无法度确认转贴器定位信号的时阵，就会改采人工设定和降级运转的模式。昨天他是用其他的备用班表，也说1个小时3班班次他去跑了，那尖峰会再增加2班，所以大概尖峰间大概5班班次在跑。那当然运量有少一点，高铁后续会把这次故障的那些零件把它保存，然后去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铁道局表示讲，过去相关定位信号无正常，大多数拢会伫咧搬砖测试了排除。即摆无正常是发生伫咧早起的尖峰时段，影响区间是伫咧苗栗到台中的重要路段，南来北往拢受到影响，延误的规模真大。铁道局已经要求高铁公司爱全面检讨设备的更新和风险的管控。高铁公司强调已经保存相关设备，接落来含关抢和第三方单位来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的台股成交量超过1.74兆，创下历史新高。早盘台股冲到44000点，不过盘中震动，最后是收伫咧43525点，落119点。台股冲破44000创新高了后，随来平乌，外资有关是依次买超的金额有到355亿。这资金一直走来到台股，根据着这彭博社的统计，到呢25为止呢，台股总市值已经有比金4.95兆，超过印度变作是全球第5大股市咯，排伫咧美国、中国、日本的香港后壁。那分析师表示讲呢，台积电今年股价起49%，也因为占台股宽档已经超过42%咯，台股市值也一直抢悬。不过目前指数拢伫咧历史新高，呼吁投资者爱特别注意。那讲到这飞达这行长黄仁勋最近伫咧台湾昨暗接受访问的时阵，也讲到这电的问题。伊认为讲台湾的制造业成长真紧，需要愈侪电，也强调讲若准无能源经济就无法度成长。未来台北这个树林科技园区 AI 产业发展，台电已经伫咧附近规划文林变电所咯。目前台北市政府也针对土地等问题，也搁伫咧确认。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也搁经济部长龚元兴是强调，2032年进前。无欠电的问题。Taiwan's manufacturing growth is so strong, and the demand for Taiwan's chips, computers, and also Taiwan needs to build AI data centers.
and so Taiwan needs more energy. Thank you. Okay, without energy, there can be no economic growth.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第3天，受访问时阵回应台湾能源议题，强调台湾制造能力真强大，不过若是无能源，就无法度实现经济成长，也有算力需求真悬的时代。台湾的能源基础设施敢准备好势，阁受到关注。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稳定供电的议题，因为北市区4区位以经有的变电所设备容量已经挖近要把定。台电表示，为着因应未来 AI 产业入来，已经规划起新的文林变电所来当长期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足侪摆协调会议，等来请台北市府确认土地提供的问题。如果文林变电所完工，会当提供18万千瓦。第期是用临时变电所来应对，不只个针对产业用电是毋是有够额，是毋是会当阁提升整体供电量呢？中央嘛挂保证用电无问题。今年大概就有4部的机组要并联，一部机组大概130万千瓦，大概就是一个核电厂的一号机。台电也一再的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这个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行政院长杜荣泰主动讲到核三厂停放的进度，目前已经进入核安会，针对台电送的自主安全检查，也阁有再运转计划，拢正在进行实际的审核阶段。佮强调电力的问题，政府有多方面进行，也拿台湾对全世界产业拢有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营总有证实，这润泰集团总裁温彦良透早4点外来别墅，食到76岁。伊的事业领域有建筑、金融、保险，也投入真侪社会公益、教育事业，培育人才。2012年的时阵，有成立唐奖教育基金会，创办亚洲版本的诺贝尔奖唐奖。伊一生是真精彩，对台湾社会有真侪贡献。光头的造型是真侪人对润泰集团的总裁温彦良上深的印象。台北营总26透早4点21分证实温彦良过身，亲人陪伴伫伊的身躯边，伊享受76岁。家属回应讲，会照温彦良在生意愿，简单办理后事，唔设灵堂，唔办公祭，也袂收花考、晚年甲背包。来看过去，温彦良也捌伫真侪站重大事件，徛伫第一线。亲像2014年顶新毒油的风暴，伊担任食安决心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捐给政府有关的部门做食安的专用，不要再成立什么基金会了。总裁，你会觉得很委屈吗？接下这个职务，然后成为重视。我没有委屈。会觉得被消费吗？我也没有觉得被消费。温彦良1970年代对一个行歹路的少年仔浪子回头。予文书讲话，转去读册。1989年继承家业，接管润泰，成功甲传统的纺织业转型。伊做规半世人的生意，毋但伫2012年宣布捐出95%的财产，创办唐奖，搁伫国际科学研究的领域有发挥。2022年，搁正做营建业领域头一位得到奖的工研院院士。唐奖的意思呢，是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它的意义是这样子。那设定这4个奖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补诺贝尔奖项的不足。企业的团结真不理事，何国界真唔甘。蓝衫人士发表声明，感念温彦良长期以来是对社会提偌济，就回报偌济信念。展现无咧轻分商业利益的态度。另外，温彦良捌捐21亿来起台北营总的医护宿舍。院长陈为民伫受访的电话当中是后更甜，无法度讲话，伊用文字回应来表示，温彦良是北营的大温情人，希望营总的后辈永远会记得伊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大堂中英酒店，才有可能发生这食物中毒的事件。对台北来的旅行团，昨暗大入来，这暗顿、早顿拢是食酒店的，早起所有12个人开始走北，这款症状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收治的病院随来通报，卫生局也派人去到酒店客早采样。业者表示，讲咧昨有205个人伫遐用餐，目前敢若一部分的人身体无爽快，因会配合政府调查。
街仔顶伫咧吊大堂，台南市立病院2人早起8点外，连续赴3个查甫、9个查某、12个台北的旅客来挂急诊。伊是25带入去大堂长景酒店的旅行团团员，迄暗抑个计长工早起拢伫咧酒店食饭，尾下山闹巴肚，敢若是食物中毒。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上吐下泻，那医师经过处理之后，也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食物中毒。那所以我们有请我们的感控也介入去了解。做适当的裁剪，也通报我们的卫生局。旅客经过治疗，身体有较好，坐游览车继续旅程。实际来酒店工作人员伫咧吧台边处理食材，旅客食饭的餐厅是自助式的。酒店讲，25暗总共有205人来吃，敢若因集团有一寡旅客身体无爽快，有一寡旅客讲食饭进前身体就无啥爽快。派员前往饭店进行食品卫生稽查，包括食材保存情形、食品制备流程、从业人员的卫生管理及环境卫生等。同时针对可疑食物环境检体共采样12件送验。卫生局派人去酒店餐厅查核现场环境，并且采样送检，做进一步的调查。业者讲会对迄天供餐的停事做自主查核，并且加强清销，也会保留相关食材老样，加作业记录予卫生局调查。再来也会继续关心受影响的旅客，追踪因健康状况，并且表达慰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国小的家长铺文投诉，讲囡仔营养午餐这冬瓜丸仔汤干那9粒丸仔尔，全班有30个人，老师竟然用这抽口仔的方式来分。学校是解释讲呢，这是业者的失误，有依照合约来甲业者记点。那卫生局是要求学校呢，就要加强行政和通报的教育训练。台中一间国小的家长伫网络铺文反弹，囡仔25伫学校食营养午餐，当这汤是冬瓜脆丸汤，一汤汤内底干呢9粒脆丸，暗过一个班级有30个学生，这老师用抽考的方式来决定啥物人用食丸仔，学校出面来说明，承认安尼方式无适当。少数比较之前的老师，他没有那么了解学校的一个规范，所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备品，而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学校行政端这边的疏失。应该至少每个人会有1颗，这个才是正确的。那的确所以像昨天有的多，有的少，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厨师在配料上的一个疏失，这个我们会再加强改进的。学校开紧急会议，各调查全校6个班级。发现其中有4个班级的丸仔数量确实无够，学校解释是团膳工厂分配流程无够精准，班级的老师第一时间也无反应。有时候比较是晚一点去盛，他前面都已经没有了，他还是回来跟我们讲说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反正这一餐没有事，下一餐也一样有的吃啊。我们应该是要解决问题，然后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请厂商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厂商表示，都只使用化的方式来分配，地处分配无平均。未来会加强相关的训练。学校也强调，中昼顿拢备份，若发现数量不够，拢应第一时间来补充，袂有吃袂饱的情形。支付了后，间接调查要求落实供餐的数量到流程的控管。教育局高度的重视，已要求学校加强行政及教师午餐供应流程、教育训练，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市府表示，115学年度开始，会增加扩大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将处理各种小学生也读者收费对象。未来会将供餐的流程管理列为加菜重点，为源头来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一台箱仔车上坐8人，不过最近的台北12线有民众翕到讲，这嘉义水上国中的篮球队拢站在内面清查了后，发现讲这车顶站14个人，引起机关的批评，是因为去年呢，这嘉义有这国中的棒球队拢捌发生车祸，造成这教练和学生囡仔的受伤，这期学校和县政府拢无伫咧要义。那县政府表示讲，违规的处罚也要求讲，就要提出详细报告，追究相关责任。民代第2会质询时阵，提指有人伫台82线所翕的相片，这台8人座的箱仔车连续3排拢有坐学生，第3排的学生也个敢若是跍伫咧后车厢，看就知影是超载。对，都没有汲取惨痛的经验吗？其实跟原每一个选手不是都是我们很用心去栽培的。民代质疑管区甲学校无重视校队接送的安全，车顶坐师生是来自嘉义县水上国中篮球队，敢若是最近去无主持比赛时阵车无够，
所有人拢可以坐共一台箱仔车，若拄到紧急情形的时阵是真危险。才得到我们全国国中篮球以及联赛全国的冠军，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得到亚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孩子的努力得到这样的成绩。所以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应该要珍惜孩子的安全。在车子大概可以载多少人，那都有相关的车辆的限制跟规定啊。那当然，如果你超载，那当然就是违反相关的规则。民代讲，去年县内民和国中、中和国中棒球队拢不发生交通意外，官府拢无记到教训。尤其志祥国中伫今年全中军表现真好，拢无甲因好好照顾。昨天就是剩这一步而已，所以那个教练才可能说啊便宜行事，然后就是也觉得可能女篮比较娇小。所以才会有超载这个状况。官府讲，若学校要举外县市比赛或者是训练，应该租车有专业的教师接送学生。这部分的预算都已经拨予学校。这边因为是伫县内跨区校所顶动，所想要准过方便行事超载。违规的部分依照相关规范处理以外，也叫学校爱提出详细报告，也会追究业务单位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人食老唔通硬塞车，互人载较好命。讲到去年5月呢，这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头前发生78岁老阿伯塞车弄人阵，造成4个人死亡，12人受伤。委员会就公布这调查报告，简单讲就是讲，提醒这公路局针对年岁较大民众换驾照，拢无参考讲这民众本身的身体敢有啥物款的疾病会去影响到塞车安全。那公路局表示讲，31开始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度，包含75岁以上驾驶人体检项目有更新，也增加8项准我声明，检视讲你敢有头晕、爱困的昏气，甚至糖尿病、低血压等等的状况，或者是慢性病，来确保这驾驶塞车的时阵是安全无问题。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头前78岁姓叶老先生塞车高速冲浪放火真群，情死42伤。到即满1年，25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结果点出驾驶操作状况包含：当向角度控制时阵，油门加档啊踏帮，路的路头无法度适度控制顶，也提醒事发迄时阵，公路局针对非职业驾驶人高龄换照体检规范无明确订定，塞车相关身心状况甲疾病评估项目，也无提供驾驶适应性医学评估指引，和体检医师来参考。目前只有评估癫痫、失智及眼疾，但是呢，我们也比较了包括英国、澳洲，它已经对于这些疾病的评估项目，它这2个国家均都有20几项的评估项目。5月31开始实施高龄换照新制，重点包含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年岁由75岁修正到70岁，为70岁开始爱体格检查合格，佮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将换驾照75岁以上爱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无重度以上失智症证明文件，每满3年换一摆。整各方医学专业协会的意见，我们加入了这个驾驶人自我声明。有8个这一个事项，提供给医生来做一个参考。交通部强调，体检部分75岁以上增加8项准我声明，检视是毋是有头晕、爱困、昏倒、糖尿病、低血压等状况，或者是慢性病。佮由体检医师提供综合建议，认知功能测试，维持时间空间的正确认知，最近记忆思考能力、判断力甲手脑平衡能力3项。关怀一些指引的部分，交通部以前就有出过一份了，都会这个寄给这个长辈甚至家人，就是说，你要注意家人是不是有这些相关的情况啊？我们那一份指引是并着就是说，这个鼓励自动缴回驾照。交通部说明，70岁换照新制有2年缓冲期，75岁有3年缓冲期。偏乡地区会提供一站式服务，体检讲习甲换照流程一摆完成，降低换照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这只鱼啊，会当讲是白白枉死。有2个查甫人伫城大的钓鱼社的这个面册顶头呢，搭相片，甲人电讲应该一尾酷速线钓起来，甚至甲主来者背书是替天行道，清除外来种共款。那这只酷速线确实是外来种，不过这尾鱼啊，好好活伫200公园的水池内面活超过20年啊，这是公园内面不是自然环境内引起网友的批评。虽然这2个人有出来回实的，不过这台北市政府也因为违规伫咧公园内面钓鱼，甲因一个人要罚3600。
台北市28公园水池啊，看无真大只的吴淑珍，两人讲是完成轻度外来种的任务，将伊吊起来，煮的食落巴肚，这互常常来公园林女士讲，实在是真过分。你平常看着它那一只鱼大概是什么状态？这样很大吗？很长，好像潜水艇。抓走它来吃这件事，你怎么看？太过分了啦！这样显出在台湾是饿的这个样子吗？其实，这只鱼啊，未少人指证至少伫公园超过20年。第二是28公园路自警来巡逻，告示牌啊也明确规定禁止钓鱼。如果看到来抓鱼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啊？开单，直接开单了。对，那这个池塘是禁止钓鱼的。那基本上就是开罚3600。第一个被康是调查吴淑珍的两个查甫人将影片上传成台钓鱼社面册社团，结果引起批评。然后两人出面回信表示，直接将外来种掠来食掉，无按照正确流程处理。成台钓鱼社也回信伫校河管理有疏失，好好是出面讲会。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再指责成大的钓鱼社，因为成大钓鱼社也是一个受害者。吴淑珍是美洲的外来种，个性正雄，俗称国旗火箭，马食性佮威胁水域生态。去年家己一个水点发现伊将鱼啊用要食了了，渔业署表示无好吃过来也无生态技术的出现伫野外大部分是弃用，目前人山分布影响生态都应该移除。已经都已经定居啊，也都没有啦，它只是零星的。假设如果它有影响到国内动植物的栖息环境的疑虑的话，地方政府就可以尽为必要的这个处置啊。渔业署搁一摆呼吁，若平常无法度搁饲吴淑珍这种外来种，千万唔通偏到野外，应寻求全台水族收容站来协助，因为将这种外来种偏到野外，恐惊将家己的问题，叫做无法度受衰生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这李港分局连续2天查到3件食毒赛车，警方伫咧盐埔含九路有掠到轿车、乌多摆内面有藏毒品。那屏东的内部也有民众骑乌多摆违规，互人砸落来，想要到伊的身躯顶甩落一包安非他命出来。警方表示讲，会伫咧重点区域也有高风险时段加强巡逻。我熄火，我熄火，熄火了！你想熄火？落车，你落车。你落车。2名警察要求驾驶落车，一个背称，一个摕番薯水封闭。25早起，屏东高手警方扩大临检，发现红色轿车顶管3人，敢若有食毒，遂要求驾驶路边停车。路尾伫车顶敲到伊托米兹毒品1.27公克含食毒的工具，3人初步检验拢有毒品反应。75年厝姓王的查甫人，阁有骨条条罪通缉，全部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支援我一下。来卖单啦！伊是暗时九如警方执行勤务时，发现姓杨的查甫人骑汽车无开大灯，甲走落来发现伊托米兹分弹3粒含尖头11支。李港分局连续2天大处理，伫掠到3件食毒赛车的案件。警方呼吁伊托米兹现已列为2级毒品持有施用均会面临严重刑责，亦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易造成交通事故。另外，25暗时，内埔分局2名警察巡逻时，看到一台乌托邦的冲红灯，警方要求驾驶检查，查甫人无愿意配合，煞对身躯顶落一包白色的物件。警方甲掠起来做检验，发现有毒品反应。白色的物件就是安非他命。最后将这名查甫人依照毒品罪、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因为那个人在有想要逃，然后2个脚就把他拉住，也应该被别人打被物件。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取发毒驾外，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内埔分局表示，自20时加强处理开始，目前已经掠到10件毒驾，会搁针对重点路段和高风险时段规划路检巡逻，防止毒驾事件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昨下晡，台南市有一个富人人摕一卡纸箱啊等回收车，清洁人员所发现讲，这纸箱内面呢，竟然有枪甲枪支随报案。警方检测认定讲，这是生存游戏的铁头证。不过，这2粒枪支是有解过，警方也当咧调监视器，要追查这个富人人到案说明。
穿粉红个衬衫的富林人，双手抱一个纸箱，料想未到，竟然装一支枪和枪支。25下晡5点外，这个50岁的富林人，在北区河尾路5段摕纸箱交予资源回收车，外头转来甲清过完，老实讲内底有装枪，队员半信半疑拍开看，有影内底有一支长枪甲2粒枪支。因为回收车迄时已经离开现场，队员考虑安全问题，因随转去清洁队兼报警。惊着啊！系啊，阮回收车就开走啊嘛。我来不及反应啊，4个弹夹，BB 弹充气的那个瓦斯罐吗？应该是。跟手套呢？我当清洁队长13年，我第一次说，同仁在线上收到枪的这个情形呢。那第一个时候，是真，因为他做的真的很像。警方说那是 BB 枪，我心里就稍微就安心一点的，不然觉得太恐怖了。第3分局甲监视小组接到通报，嘛赶去现场调查。经过监视人员检查，这支看起来哪像是国军 T91的长枪，枪机的部分其实是塑胶做的，确定应该是算生存游戏咧用。不过，同一个纸箱内底放2粒枪支，表面拢无任何号码，因研判可能是枪支改造。目前已经依法律查扣，嘛会送去刑事警察局做鉴定。另有2颗疑似改造子弹，已依法查扣送验。并持续调阅监视器，追查交付纸盒户人的身份。这站纸箱内底装枪和枪支案，互清洁队心惊惊。警方目前正在调4颗链灯的电杆，要查这个富林人的身份，来了解真正的来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中国解放军将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想要把台湾本岛包起来。国军也公开海空军拢有伫咧监控的画面。另外，日本也监控到这解放军2车攻击舰去到西太平洋含辽宁号联合训练。专家认为讲呢，这中共想要表达把台湾包围，扩展到阻止别人介入的信号。咱来讲到这年底特别选举，海巡也进行下部会演练，强化反恐怖攻击。2只突击艇互相配合，对叫偷渡的船只年底要大选，海巡署联合国防部等单位跨部会演训，预计这件分子有无在竞选集会期间发动恐怖攻击，然后拍算为台北港附近偷渡出境，严正反恐紧急应变能力。若要强化反导香港，共军一直对台军事威胁，也考验国军防卫量能。空军 F-16战机监控强机运油20海军昆明南市监控强南银川南，共军25下晡各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一天就查到29架次强机、7只强南、1只国务船扰台。为行家来看，共军是要对台湾本岛制造四面包抄的施压态势。日本防卫省25公布，共军2车攻击舰安徽号甲飞弹护卫舰安阳号进行穿过沖縄湾甲宫古岛之间的海峡，去西太平洋监控回兵，让互海上自卫队 P-34反舰巡逻机来整合。因为共军辽宁号航艦编队进行到去西太平洋，佫引起外界关注相关演训。持续运用我们的勤监侦手段去掌握它的这个活动，兼顾到军事安全还有国人的这个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去公布相关的讯息。国防部强调，辽宁号等共军动态拢有整合。专家分析，共军想要释放美菲对台全方位包围，扩大到区域估计反介入的态势。封锁台海，甚至于将台海周边去做一个外部势力禁止进入拒止的一个动作。那相对的，国防部这边就必须要将这些长期的情资去做分析跟了解。专家呼吁国军要加强相关情报，制定反介入的应对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国民年金法修法版本，规划把这国民年金保底的基本数调悬到5000块，交予立法院审议。主计长昨就表示，上见7月初1来施行。卫福部长赵忠良在今强调，只要这立法院伫咧这个会期来通过，7月初1施行应该是无问题。总统赖清德顶日来去嘉义市的时阵讲，要互发到加来厝的人，逐个月通领5000块。第一时间，防这支条件无讲互清楚，敢是要发津贴的？若卫福部驳回，
这是已经送去甲地方院要来审议的国民年金法的修法草案，要互满65岁会当领国民年金的人，一个月上少的钱，自即马4000过49块，起到5000块。就是一般大家的这个通念会认为说，那么家庭主妇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职业保险，所以以后上路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是要视立法院的这个这个立法的进度了。赵忠良讲，目前政府总共有8大社会福利津贴，关系弱势6项津贴要来起23%，会当用行政命令来处理。不离个老农津贴提悬到1万，也有国民年金基本数调悬到5000，这拢爱修法，修法了后才会使发。调业立委即马有共识，有5万伫咧7月初1就会上路。在野党我们来预测，应该还不至于。他除了嘴巴骂一骂以外他甚至于还会再加码。唔若要调国民年金，赖总统进前嘛提出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新台票5000块，因为要因应小资女化的问题，国民党立委认为这配套不够，嘛建议爱提悬社会主体当中分育厝的比例。在野党提的时候，叫做没钱、破坏财政纪律，叫做排挤长照健保。那总统提的时候就说有能力负担，国家的财政是在转好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有能力来支应。安尼国民党团要提出0到15岁每一个月5000块的相关政策，所以这期政府即马敢是咧挂丢啊买的，若是财源的部分，行政院进前强调，这个钱唔是一概付的，会有配套措施来减轻负担。根据了解，执政团队伫这礼拜就会提出完整的方案，希望政策会使伫咧明年上路。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进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甲这无人机的预算抬掉。也若讲到这个无人机的这部分呢，民进党立委张嘉宾等人提案，要推动5年5500亿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希望用专法例来带动国内中小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立专法，打造护国新神山。陆战会当中，无人机变作是战场的关键武器。不过，最近立法院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当中，无人机预算去互裁减。民进党立委张嘉宾等人即马就提案，希望会当推动5年5500亿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讲希望透过立专法来带动国内中小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我们立法委员不能为增加预算之决议，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当中的第4条，我们是保留有给行政院提出期程跟金额的空间，5年5500亿，应该是行政院在目前的财务调度上可负担的额度，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赶紧的来创建我们无人产业。我是赞成推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但不是特别条例，不要动不动特别预算嘛。我们砍掉了4700，一下148膨胀到5000，会不会很离谱啊？因那在野党立委就积极讲是咧甲特别预算滥善用，张嘉宾就强调，目的是要伫上短时间内整合相关的法规配套，也佮有政策的优态，框列特定预算来采买，指引供应链需要的动能。无人机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呢，整个产值呢，从2024年的50亿呢，已经大幅成长到129亿，成长幅度达到2倍，甚至在今年1到4月整个出口值已经达到46亿的规模。台湾产业在半导体 AI 发展得很好，那在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部分，事实上可以带动台湾的所谓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像机械业，开辟另外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国防部政规司嘛表达真欢喜看到安尼，指出强化无人载具的产业，对提升国防自主、产生飞航供应链是真有帮助。煞尾会依照中央政策的方向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发现特别股违法正钱的这个绝对能源集团姓区的负责人等人，去年底被起诉，检方追查到底，搁在法警讲因涉嫌利用家己创立的虚拟货币，甲人骗来投资，上目有1500人被骗，也违法正钱57亿。北检在今仔日甲因10个人起诉，希望法院呢就要甲因判重刑，关8年到20年。
北方区提扣起来，查起北检来新闻，绝对能源集团社区的负责人，继续发现特别股非法供钱2亿外，已经在去年被起诉，求刑18年以上。即马个互查出涉嫌以虚拟货币来供钱，北检26是以涉犯诈骗条例定罪，第2摆起诉伊在内定10个人。检察官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8年至20年以上的重刑。检方调查绝对集团是设叫做 Define 的去中心化借钱平台，伊家己创的虚拟货币 EGT 币和 TBT 币做交易的目标，讲是会当自动配合借贷的需求，请投资人买币来放贷，讲是上悬会当得到1个月利息7%的高得利。招揽至少1570个人加入，非法共57亿2600多万，结果说是骗局。是因为就是亲戚的关系，所以才选择相信。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业务又联系不上，然后看新闻才知道他涉嫌诈骗，已经被羁押，所以我才开始意识到说，我可能也是被诈骗。因为相信亲戚伫短短3个月就投入200万，但是平台煞伫去年8月无预警停止运作，若是利息无啊，连本金嘛摕袂倒来，互使小者是国气国无奈。检方查出本地这涉案的集团是用后金补前金的方式，勉强维持营运，甚至甲被害人的钱摕去买路雷、特殊的汽车和换作泰达币来洗因犯罪所得，即马拢互申请没收。常见的比特币、以太币跟泰达币这些币就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经过合法的那个虚拟货币交易商，连听都没听过或者网络上查不到这些合法的币商有交易的虚拟货币呢，都是非法吸金的一部分。就算是投资定看到的虚拟货币，亲像是比特币、泰达币等等，拢同款是有风险，阁免讲是来到不明的虚拟资产。即马被害人嘛已经组成自救会，一寡已经提过，会来追究刑事和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警政署的统计，去年台湾的诈骗损失有893亿外，南投今年到4月诈骗金额也有3亿5千万。除了政府宣导这反诈骗，南投在地电信业者也结合社区甲阿公阿嬷即卖的诈骗手法，透过现场的宣传，希望减少诈骗的发生。诈骗案件有影是掠白字，嘛是引起民怨的第1名。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去年全台湾互人骗走的金额有890多亿。只南投县今年到4月份，总财损23亿5109万，平均1个月就有超过8000万互人骗去，多数拢是透过手机来练。才有一个范例，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的，那你讲啊，你有看到15啦？你看这个网址是真的啊？假的，假的吼，咱拄条讲。电视业者讲，变现啊手法一直咧变，啊毋过安那骗，拢是透过手机仔来骗，所以可以总结几落项，常常看会到的诈欺手法，到社区宣传，防止诈骗。啊，咱的长辈会当借由咱这个讲座吼，啊会当来增加一寡自信吼，啊避免会当去用骗去的机会安尼。叫你点选啊，你就不要去点选，啊最起码如果是政府机关那个，它的都是点 gov.tw。诈骗的手法百款，南投刑事警察大队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共有口罩资料的手机啊画面分享出去。若分享出去，诈骗的歹徒会当把你的钱转出去。麻烦你摕 QR code，啊，这个时阵嘛看会到。唔通把你的赖的荧幕分享，甲别人共用，户头的内底有偌济钱，你安怎操作，拢互人知影。第2个就是千万唔通把你的账号的 QR code， 也是把你的提款序号啊截图了传到别人。警方嘛提醒，时代用手机啊，唔管是身份人的电话，还是信息，拢爱细离。南投在地电视业者嘛结合社区，甲阿公阿嬷破解即卖的诈欺手法，嘛宣传有疑问，就爱卡105反诈欺专线，交予警方来判断。报你趁钱的好康嘛唔通相信，较袂小贪软家人。记者杨秀南投报道。彰化市顶礼拜六发生2件食毒赛车的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警方呢，这彰化警方23开始全面大执法，目前抓到13件食毒赛车。警方也伫咧彰化河美查到毒品分赃场，也抓到这个药头啊。
检警为厝内查出一罐拢是制作送死混蛋的毒品原料。中华警方顶日查到一个毒品分装场，竟然就藏伫咧出租套房内底，现场超出1级毒品海洛因、2级毒品安非他命加伊托米酯。在彰化市三中街一处这个出租套房内起获这个苏酰，然后并在套房内然后起获相关的丧尸烟弹成品20余颗，然后本案依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中华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发生3件重大吸毒赛车的车祸事故，拢总造成4人死亡、8人轻重伤。中华警方23开始全面大执法，目前已经查到13件吸毒赛车案件。中华地检署嘛含警方联手严格查办吸毒制毒的违法行为。那在这2天的专案勤务实施当中到今天为止总共查获的13件的毒驾案件，我想我们一定会继续来实施。在起诉之后，还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呢，我想检察官这边也会看个案的具体状况，来向法院请求这个具体求刑，请求从重量刑。检警表示，目前毒品危害上严重的也是以2级毒品伊托米酯为主，食伊托米酯可能会伫10多分钟内意识到开始无清楚，发生惹事的行为。检警会继续加强处理吸毒赛车，加追查毒品来源，建立毒品防治的安全网。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74岁查甫人，伊无满意泌尿科诊所甲伊做的手术，就去法院甲告，想要到告诉说去甲去诊所牵鸡卵。另外，伫南马坑也有一个查甫人带查某囝去看中医食汉药，讲想要抽悬，医生甲讲无度挂保证，爸爸煞伫咧诊所大细声，落尾要警察来处理。怎么了？警方2号暗时8点多来到高雄南马坑这间中医诊所，因为诊所报案讲，这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咧诊所嚷甲大细声。警方先甲查甫人请出来外口按打证词。查甫人讲，伊带查某囝来看诊，要摕中药食变悬的。不过医师煞无法度保证药的效果，互伊愈讲愈生气。医生看伊讲袂顺车，只好报警处理。不要看增高，我们能不能长高，我们自己知道。对，先生，我跟你讲，那不能这样子。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现在恐吓我什么？我没有恐吓你，先生。你现在如果继续情绪失控，我们要对你实施保护管束。男子疑似不满与诊所人员沟通不顺，在诊所内部咆哮，引起其他民众关注。员警到场时，杨男情绪激动，为维护其安全，暂予保护管束。因为姓杨的查甫人无法度控制情绪，警方可能无效，落尾是先甲人带回派出所实施保护管束。另外，伫咧新京区一间泌尿科诊所，嘛因为医疗纠纷，互牵鸡卵。警方表示，牵鸡卵的是74岁姓地查甫人，因为不满112年去诊所做手术，效果无好，伊去法院提告要甲手术柜吐回来，落尾互判败诉。查甫人愈想愈气，22甲25这2天拢走去诊所牵鸡卵，落尾家己走去派出所自首，受害诊所嘛提出告诉。全案调查后，依强制、恐吓、公然侮辱等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若是民众行为有妨害医疗业务的证件，也是恐吓医师人员，拢有可能犯到医疗法。呼吁民众有任何纠纷，拢爱好好沟通，用正常的管道去解决，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落尾所爱见法院。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讲到最近呢，这班机火场咧大出大开，若这班机火面仔飞到满世界，就民众讲会过敏。医生也提醒讲，若准有过敏的镜头，出门就要挂嘴暗。白色的班机火世界杯就亲像落雪同款，虽然看起来真水，不过也造成一寡困扰。新竹地区今年4月到5月班机火开的时阵，唔但影响用路人的安全，甚至佫会引起严重过敏。就是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过敏，然后一直打喷嚏，尤其大概是每年的5月中。然后这个时间就特别严重，很麻烦。医生就提醒民众，这段时间出门尽量拢爱挂嘴暗，若无班机火所引起的过敏，上严重会像黑菇同款。芥末油花絮的吸入之后呢，就可以诱发我们一些过敏体质的一些的急性反应，就会产生一些流鼻水啊，甚至鼻塞的症状，甚至有一些下呼吸道会突然的像气喘发作急促的那个气喘声音出现。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检，并于果实成熟季节前提早规划作业，
以降低棉絮飘散、过敏及环境清洁的问题。市府指出，最近会派人处理这个班机灰，除了进行清除作业，也加强巡查，会探班机树的轨迹到分进程，提早规划清除，来降低后续班机灰所产生的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花莲市的电话卡敢会当停乌托邦呢？真侪民众有收到罚单。县政府拍算讲要带条件来试办开放电话卡停乌托邦，目前还搁伫咧评估，按算伫咧年底进前会提出规划。这是花莲的市区中山路甲公正街口，几百个路边机车停车格强要客满，所以伫电话卡也拢是机车。这领下电话卡甚至有人伫内底骑脚踏车，敢要开放电话卡，互人停机车，民众的看法是无共款。有也好行，无那路太细了。只要不要挡到那个，我们 OK 啊，因为越多人请，那我们生意就会越好。花莲市停车的空间无够，致使民众甲机车停伫电话卡，防开单的事件，伫去年就有1200多件，引起民众不满。都有议员要求县府爱参考其他县市，设条件试办开放电话卡停慢车。不过根据县府调查，机车停车格并不是近摆就客满，所以个爱评估。过去几年我们有将一些汽车格改划设为机车格。那当然，我们还会去调查实际上的使用状况是如何，会不会说骑楼都停满，可是路边的机车格却没有停满。县府表示，伫中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了后，地方政府确实会使家己评估开放电话卡停车。不过，敢是所有的电话卡拢会当开放，也是引起关注。外围它可能骑楼很多是住家。那如果骑摩托车，可能会不会有隐私被打扰的问题？好，但是市中心因为大家做生意嘛，很可能就是消费者方便。县府建设处强调，这个计划佫需要甲各乡镇市的公所、警方佫道路主管机关来协调，评估停车的需求甲量，按算今年年底完成规划了后，再佫对外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作家杨松祖的台湾版游录摕到2026年国际报曲奖，出版社宣布讲会邀请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台本版。温玉桥表示讲，翻译台本版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加是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表示，虽然这台本出版成本较悬，起草无一定真好，总是希望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这世界级的作品。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湾作家由上主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版游录》，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学奖之一——国际报曲奖。小说咧描述台湾日治时期两个女主角由台湾食好料的故事。这种消息出来，小说都袂甲欠货。出版社虽宣布要加印7万本，即马出版社嘛讲要推出台本版，搁邀请甲赖总统作为读台语诗的日会闪时作者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比起翻译做英文版，是互读者能理解，伊较像是一款文化上的一个回去迄个时代的一款意义。台本版伊则讲，翻做台本版，毋若是语言转换尔，更加是属于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讲，推出台本版是侪人期待足久的成果。安那选择温玉桥作译者，毋若是因为女性身份通表达小说的幼露，女性甲女性之间的配合情谊，伫温玉桥试译了后，嘛得到台湾前辈的肯定。暗藏很细腻的百合情谊，所以我们当初在找译者的时候就觉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轻女性来诠释，那就可能会激发很不错的火花。台文书在市场上可能是困难，可是它其实必须要慢慢累积，就是不做其实就没有。出版社讲，虽然台文版的成本较悬，起草也阁无定着，不过伫台湾总是期待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今年全球的极端高温已经出现了，在欧洲受到强烈高压的影响，包含英国、法国在内，真侪国家5月温度就创历史新高。其中伦敦的温度总是33度半，是英国100多年来5月上界热纪录。日头赤炎炎，民众伫咧游水池浸水，也是伫咧河岭过船啊。原底应该是凉凉的5月天，英国煞真罕见，高温创纪录。25迄天，伦敦希斯罗机场测到摄氏33度半的高温，打破1922年以来摄氏32度8的纪录，变作是英国有史以来上热的5月。面对高温，真侪游客敢若会当直直灌水，也是食冰来降温。It's tough, like we're struggling. Yeah. Like, so we're having ice cream, loads of water, and hiding in the shed. Yeah. Just hiding completely. It is so hot. We're so not used to this in Ireland either.
若是英国这波欧洲的官温，也和法国巴黎亲像火炉同款，来自欧洲大陆的高气压变做亲像一个顶挂，甲小气嵌伫特定区域，无法度散去。巴黎超过33度，同款创法国5月官温的记录。真侪巴黎市民甲游客，敢会当避伫公园的树荫。针对气候变迁带来极端天气，民众也真烦恼。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s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C'est assez flippant pour la suite parce que là, on se dit, on n'est même pas à l'été, même pas au mois de juin, donc. 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5月气温打破历史的记录，国内真侪地区拢已经超过30度，预计会继续一礼拜的时间。镜头来到印度北方邦的气温超过摄氏45度，原地为着要迎接伊斯兰教再生节的钟声，竟然也挡袂牢，开始发烧、脱水甲走白，主人赶紧将羊仔送去到病院做大肠来保伊的性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赶快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表示讲，受到这太平洋高压影响，拜一到拜四日头拢真炎，会出现37度以上高温。东南部也出现这火烧风，就要等到拜五，风面通过，才有可能落刮雨，天气会变较凉快。这几天的日头请炎炎，气象署表示，拜二北部地区、华东创国甲中南部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可能也会有火烧风。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风拍、加啉茶、较别掉山。在北台湾地区容易来到38，中南部地区有35、36，甚至在东半部地区也都是有32到34度的高温。我们看到紫色的部分，就我们刚刚提到，在包含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境内陆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这些地方，都来到37度以上高温出现的情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情形了。天气真热，真侪过路人拢也好山砸日头。气象署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拜一一直到拜四拢会出大日头，啊那拜五开始会有风面向南边行线，通过台湾，各地落尽雨的几率会提悬。拜六礼拜北部的雨会较少，不过南部地区，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西北雨。我们预估锋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是在北台湾，北台湾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甚至伴随一些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锋面南下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构会相对减弱，不过锋面带附近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包含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在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另外，气象署也表示，26早起8点，伫台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可能加速今年的第6号风台。虽然这个低气压离台湾还真远，不过礼拜甲后礼拜一，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仍有可能会有大雨，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